韓國 idol 除咗顏值高，發量都好多喎。究竟佢哋點樣養髮嘅呢？揾到一間隱世小店啊，專係做科技生髮嘅 salon，生髮殺菌一次搞掂。師傅話我近排咧個頭又油喎，之後咧一沖涼甩勁多頭髮，呢啲防染髮嘅療程究竟幫唔幫到我咧？咁我哋介紹下個好嘅名字。咁所以一陣間我哋機打翻啲人子出嚟之後咧，納米機，咁啊用 M 咧，直穿落個毛頭嗰度，去拔除咁多年嚟咧積聚所有嘅污垢，咁一次其實已經有效果，但係咧就10次咧就係基本上你10年都唔使做嘅，呢10年你都唔使做，因為你拔晒出嚟啦你。好似你可能後面點啊，頭先啊全部係做。我有時個頭都會生瘡，同埋咧有時噴嗰啲即係 hair dryer 咧，係咪都會成日出粒粒？係啊，係咯，呢個都可以搞掂 OK。要污糟嘢全部清咗晒。真係超大分別咯！見到嘛？啱啱嗰啲一粒粒嗰啲角質層啊、油脂層啊，全部冇晒啦，因為我哋做咗一次已經見到咁好嘅效果啦。